韩团 BigBang 的团员胜利，日前被爆料叫小姐招待台湾客户，现在又被挖出2年前在越南疑似吸笑气的画面。27日晚间，胜利现身警局接受调查，连续侦讯8个小时，走出警局时看到媒体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韩星胜利，今天27日上午，我提交了自愿接受调查的请愿书。这次引发的议论和疑惑，让大家操心或不悦的，再次向大家表达歉意。胜利经营的夜店爆发呼麻斗殴，接着还被爆出他疑似找小姐提供性招待给台湾客户后，27日晚上胜利首度现身警局接受调查。记者 vs 胜利，你会接受毛发检测吗？会，我会的。经历8个半小时的问讯后，胜利步出警局，露出一脸疲态，甚至接受采访前还深深叹了一口气。记者 vs 胜利，请问今天接受了哪些检查呢？和我有关联的检查都结束了，特别是毒品检查，我接受了关于毒品的所有检查。简短回应之后就快闪离开。不过胜利丑闻风波接踵而来，韩国媒体找到胜利2年前在越南疑似吸笑气的画面。韩国媒体从当时拍下的照片，有女生帮助胜利拿着透明的气球给她吸，那是快乐气球吗？越南媒体当时也提出质疑。所谓快乐气球就是笑气，从照片可以看到胜利吸了一大口后还闭上眼睛，会引发争议，就是因为笑气吸入后会让情绪变嗨，但长期吸入可能会导致贫血或脊髓病变，在韩国被列为管制药品。不过 YG 发声明澄清，照片是角度问题，并没有吸过笑气，更没接触过毒品。预计今年入伍的胜利，恐怕当兵前都难逃负面新闻缠身。